进行虎虎生风群星 PK 赛。那我们两队怎么样？谁先来 ？F 级核弹女神，欢迎郭亚堂、谢静颖、林湘、巫以轩。看一下，我们有 F 级的。开玩笑，我们明视最强小鲜肉。哎呦 ，F4 黄文兴、郭忠佑、张哲豪、于浩威。幸福也是啊，猛将也是幸福，一家，咱就是也是啊 F4。对不起。在这边，金虎队就跟大家拜个年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也恭祝我们猛虎队大获全胜，谢谢。没关系，我们没有默契，我们只是口号有点弱，对，比赛表演才是重点，不代表我们的表演弱，好不好？对，说实在的，做节目就是这个样子。对。他们就像是秘密武器一样，前面这么烂彩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很想要看看他到底为什么敢排在第一个出来。好好奇哦，真的，我干嘛这样子啊？好有吸引力哦，好想知道。越说越紧张，你们怎么那么敢啊？话不用多说，用表演来说话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就先由猛虎队来打头阵。我们这边也有帅哥，哎呦，再怎么样，黄文兴也是歌王。对歌王啊，对吧？好，我们来看看金虎队精彩的表演。每晚都失眠，难道我在想念那个在我心里面？悄悄开始和你有所关联，悄悄开始和你肩并着肩。如果你在那边，幻想你的画面，靠我的肩，那种感觉特别甜，梦里也相见。给我机会，能让人心跳加速砰砰，眼睛朦胧，也闭上眼，幻想与你相见，也会激动。想念你的脸和你的笑容，怎么办才好呢？看着你的照片都心动了，到底我怎么办才好呢？哦，怎么办？就开始约会吧，我怎么办开口才好呢？到处每天，就是喜欢你怎么办？恋爱的问语大，我们默契好像越来越大。发型安内敢有帅，啪哩下次前类敢有派，可怜规则流浪起来敢有爱，喇叭大声放咧梦里敢有海，心梦里吃饱未，见面的心才会。干嘛呢？撩妹的真可人，实在有够清澈。干嘛呢？正港的本土的，发出来迄句话，就是恁老母较好，恁兜的来吃饱未。Local sense， 我有自己的帅，不能精彩。Local sense， 我们只干一百，带一点 Local sense，Local 不分年代，明不明白 ？Local sense， 就是我的 style。Local sense，Loca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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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ense，Local。4, 3, 2, 1。Local sense。
算是完全跳脱大家对于他们就是戏剧以外的一个表演，而且他们是自己唱哎，全 live 演唱哦，真的，真的是还蛮喘的，还蛮喘的。而且你们刚刚我必须老实讲，你们那整段表演呢，后半段表演的太好了，太自在了。我们这边有4个女生，她们看了你们后半段，她们想向你们致敬。对，所以是怎么样？要尬舞喽？要。好，那8个来。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耶耶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耶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耶耶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。哦，我只能说我们的女孩子哦带得好，太活泼了。对，问黄文兴好了，是韩风跟 local 风，你觉得舞蹈有什么区别 local 风的话比较接地气啦，比较亲民、草根性一点的。那韩风要比较利落这样。对，那刚才看了一下，感觉好像不怎么利落。所以你看，他对自己的要求更高。我们看已经觉得很精彩了。对呀，对，我们今天要呈现最主要还是说让大家看到艺人朋友们不同的那一面，愿意挑战自己。那现在我们就来听一下包伟明老师怎么说。今天这个男团跟女团是一场不公平的比赛。哎呦，怎么说？因为你们看看女团所有的道具，还有笑容，还有年龄，都非常的青春无限。尤其你看我们女团哦。后面的那一束的尾巴，蚂蚁巴，小狗特别的醒目。哎呦，为什么男团没有给他鸡毛呢？包大哥，你这有点偏见了。你这个就是因为猛虎队是女生，你才这样讲啊？不是，我们道具也很齐啊。你看有没有吊嘎、金牌？对啊，不是我的意思说，其实刚才4位是貌合神离一开始，但是 local 的时候，哇，这4位展现。Local band. Local sense. Local sense. Local sense. 就比较男子的气概，到 local 那一段扳回一城，完全是渐入佳境，整个气势都上来，尤其蹲在地上不要起来，很帅。不，真的，因为起来就不整齐了。那女方呢，就不用讲了，女方漂亮可爱、整齐划一、青春无敌、热力四射、目不转睛。他都有话可以讲。这形容词好多哇！这形容词跟男生也差太多了吧？女孩们，谢谢老师。整齐划一，你看看。你们要不要谢谢老师一下？1、2、3。谢谢老师。评审，众卿评审，特别节目都用到土下座了，评审们加个油！来，到底这一回合哪一队会获胜呢？评审老师，请举牌。很重要，今天的第一站，恭喜猛虎队获胜！这边可以进行一个抢红包的游戏，厉害！
点档中的夜市 F4一字排开，跟着老师和舞群加紧排练，准备在除夕特别节目带来精彩演出。跳了一次又一次，练到满身大汗，就是要把动作练到最到位，展现帅气一面。这段舞是真的蛮累的，而且就是我们雅琪 F4就是精心为大家所设计的，希望能让大家看到之后可以为之惊艳这样。对，所以你们不能落差，拜托啊！讲得好像我了。会这样互亏不是没理由，因为4个人平常还要忙拍戏，要全员到齐彩排，真的很难。明天就录了。天啊，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了。对，没有时间的，没有时间的，到现在都还有一点跟不上。以前之前舞台剧，我们这种舞蹈，通常要排个1个月，我才有信心上场。但是因为这次我们大概我才排第3次，只有跑去剧团请老师特训我。但是因为我前阵子刚摔车完，所以膝盖还在痛，所以就是一个就是很多压力，但是又觉得要把它做好。忍痛练舞就是为了赶在录影前调整到最佳状态，这次更把主题设定要从唱跳韩星1秒变台客，舞风完全不一样。对，韩团就是感觉比较绅士一点，对啊，台客的话就是会比较接地气一点，让大家看到就觉得哇，原来这些普龙宫也可以有那么不错的一个演出，帅一波。把握每次练舞机会，黄文兴、张哲豪、郭宗佑和于浩威准备在除夕夜帅翻全场。来的是雅琪 F4。影视新闻综合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雅琪 F4。舞蹈啊，有没有什么最困难的地方？对我来讲，全部都很难。我每一次跳都是随机的，你们要运气好才看到我跳的比较好一点。哲豪他蛮努力的啦，他其实也是蛮认真的，认真到就是练了4次就跟第1次在跳一样的。就是我是无节拍动物，无节拍对我跳几次对我来讲节拍都是没有变的。对，刚刚是不是也超级掏错值，掏不出来？啊？掏眼镜的部分。对，眼镜的部分啊，那个好像是我吧？我刚到蹲下去才掏出来戴。你们都没有拿在手上，我以为只有我。我放在口袋啊。是啊，我刚也是差点掏不出来。我最后一刻蹲下去，这样怎么办？会不会有怕掏错的问题？还好啦，不过我刚刚脱衣服的时候，真的大家有点卡住了，所以也是很害怕。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永兴，我在《黄金岁月》里面饰演的角色叫做甄士邦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哲豪，我在《黄金岁月》里面饰演的是高少伟。大家好，我是于浩威，我在《黄金岁月》饰演的是 David。大家好，我是郭宗佑，我在《黄金岁月》里面饰演的是尤啊蔡宗佑。是大概1个月前。半个月前12月4月初开始练，对2个礼拜前开始练4堂课。我是上个礼拜才文兴哥只练2堂课而已。对。我觉得最困难就是韩团那个部分嘛。韩国舞蹈毕竟就是我们30-40岁的人要跳那种17岁，没有，他们的动作比较复杂，然后又需要比较简洁有力嘛。那我们的练习时间真的有限，那我们也尽力希望能带给大家最好的一个演出跟观赏这样。对。那如果对我们来说会比较简单，我觉得是911那首歌曲 Local， 我觉得会比较本土，比较有味道，我们表演起来会比较动作比较没那么碎。对，我们比较可以做，知道我们要做什么表情。可是另外一首就是我们在记动作，表情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到位。对，是，还要记歌词。年纪同情票，年纪啊，年纪，我们年纪比他大啊。我觉得是我们用生命在跳，对，应该是那个生命力，真的，对。我觉得看完第1首真的很有 F4 的感觉，然后还飙高音，用那种假音。那原曲觉得到底为什么 key 要定这么高？对，因为他们是17岁啊，而且其实我们真的是拍摄当天，我们才对过1次歌，我们从来没有一起练唱。对，但是就是我觉得大家的凝聚力跟专业能力非常强。我昨天才开始背，我也是，我刚刚才开始背。该来比是不是？前奏的时候才在开始背。对。那我请老师爆料一下，在练习中，觉得谁是你认为最好教的？最好教的吗？练习中最好教那个吧。对啊，那个浩威嘛。那谁是让你觉得最头痛的？就是我啊，不是我啊。每一个头痛的点不一样哦，不一样的。
像文心哥是因为他最后两次才出现，然后我就好紧张，想说会不会要花更多时间练，结果没有，因为文心哥舞蹈底子好，他第2次来不得了，完全记住，对，哲豪。他每一次跳的，好像每一次都是跳不一样的舞。对，我每次都不一样，就是有编过这个动作。对，他适合 solo， 他适合 solo。拍摄的时候，但是拍摄你们就会看到他的动作就是比较有美感。就是你看100个里面一定会找到我，一定会找到他，对，不一样，对，倒抽音乐很有独特性。你要稳扎稳打。我就是从第1堂课厌世到第4堂课。对，而且我每次一下课都会问他说。到底你心情不好，或者是你很累吗？他说没有，因为我不太会跳。我说不太会跳就要这个脸吗？没有，我觉得他跳得不错。没有，我肢体障碍是全部的人都知道，全世界都知道的，真的啦。不会啊，我看你跳得不错。有人蛮有活力的啦。第1次练习的时候，他整个脸是非常紧绷，因为他好像每个动作都惊吓到不行。对，不能接受这个事实。我爆一个料啦，他那一天一直在想说。哲豪到底可以吗？对，他很担心。他说：“哲豪行吗？”他一直担心哲豪。30日，除夕夜晚上7点，一定要锁定明视第1888。以后雅琪啊，梦想雅琪啊，雅真的是雅琪啊 S。祝大家新的一年虎虎生风发大财，虎年行大运，虎虎生威啊！吼啦！听说是核弹级的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还有 B 级的嘛，对。你知道女孩子比较吃香一点，就是身材，大家容易吃冰淇淋这样。那男生呢，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的武技，总不能叫我们比什么身材嘛。除了武技，还有年纪啊，对，总不能叫我们。只是喂，他们穿的比较性感，那我们总不可能也4个都穿3角裤在那边跳吧？那跟他磨砂哦。没有，他们请观众吃冰淇淋，我们请观众吃火锅啦。我们请观众吃香肠。我这边都好没供啊其实我们这次练习的那个时间并不长，好像是半个月，对不对？半个月的时间，然后我2次啦，他3次啊，对，然后再加自己在剧团偷练4次嘛，所以那个4次跳起来感觉很像是第1次这样，跳得蛮好的，就是跟对跟我比，大家都会超。浩威跳的就是还都跟跳最好，对中佑浩威跳的他们蛮好的。然后我是那时候也是戏的关系比较忙，然后我只去练了2次，然后就上场了这样。但因为要争取时间嘛，因为礼拜5练，然后礼拜日练，礼拜1就要录了，所以就在家赶快就是一直在看那个我们拍摄的我们跳的那些影片，这样有时候睡梦中还会在那边怎么办？新生的，我骑车回家的时候停红灯，我就在这样，然后录人，我不敢录人了。我拍3次啊，然后我中间还有去剧团，请舞蹈老师帮我恶补一下，但是还是有点吃力。对，怎么说？对我就是资产啊，然后我平常是跳现代舞，还有跳国剧动作的那种，你跳这种韩式流行舞蹈，我就非常的不习惯，完全跟不上。我这个肢体障碍呢，其实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。你肢体障碍，我可能就瘫痪。不是，我是真的认真。你抬体了，你还肢体障碍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运动细胞好不代表舞蹈细胞好。对，那个律动跟协调性是不一样的。我算是协调性很好，可是律动很差的那一种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可能小时候有被笑过了，所以长大就不敢跳舞了。我都是硬练的。这盖哈，跳这韩团的舞其实蛮难的，但是像文星哥后来的加入，我觉得每一次4个人都有到齐的时候，那个力量是很大的。对，因为我们的走位非常的复杂。对，所以大家一起完成一件事，然后到我们录影当天，我们才开始一起唱这个歌。那我觉得那一次的练习，我是很感动的。因为全部的人一起在唱的时候，那个凝聚力是很强的，所以我非常喜欢，无论输赢好，我都觉得这一次是一个很好的记忆。下面下子在舞台顶咧跳舞，这是雅琪亚 F4。雅琪亚 F4是我们在戏里面的一个情谊啊，对啊。那其实，在拍这个8点档的时候，之前也蛮多的音乐剧，所以其实唱歌跳舞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没有那么的陌生啦。对啊，没啦，我叫你干单啦。在跟几位对戏的时候，都在想怎么分成那种，就一直挥之不去啊。其实我就把他抓过来，跟刚刚那个动作结束。
这还蛮认真的这样。那一次的练习，我是很感动的，因为全部的人一起在唱的时候，其实那个凝聚力是很强，所以我是非常喜欢，无论输赢好了，我都觉得这次的是一个很好的记忆。伫8点档的精彩演出，让亚齐亚 F4 红起来，相信后摆有更较侪可能。真的是亚齐亚 F4。民视新闻新北市报道。梦里到舞海，心梦里吃饱未？见面的心照会。干嘛呢？表面的装可人，实在有够清楚。干嘛呢？正港的本土的，发出来迄句话，就是恁老母较好，领导的来吃饱未 ？Local sense， 我有自己的帅，不能精彩。Local sense， 我们只干一百，带一点 Local sense，Local 不分年代，明不明白 ？Local sense， 就是我的 style。Local sens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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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cal sense, local sens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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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cal sense, local. Ooh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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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, ooh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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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, yeah yeah. Ooh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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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, ooh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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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, yeah. Ooh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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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, ooh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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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, yeah yeah. Ooh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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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, ooh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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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. Joto. 4, 3, 2, 1。Local sense。每晚都失眠，难道我在想念那个在我心里面悄悄开始和你有所关联，悄悄开始和你肩并着肩。如果你在那边，幻想你的画面，靠我的拳，那种感觉特别甜。